921大地震的时候，这边都是全倒。位于台中石冈300多年的刘家伙房，一夕间崩塌毁坏。村民合力将废墟中100年水缸碎片细心粘合，象征灾后重建的决心。把粘得起来，他说粘得起来，我们这边就可以重建起来。原地原貌重建，成为如今的石冈土牛客家文化馆。抢救出的珍贵文物，按照原位陈设，维持昔日风貌。地震可以摧毁老宅，心中的根却越抓越深。葫芦上的辈分族谱说明论辈不论岁，正是刘家的家族定位。我从小就被人叫叔公，叫到头发现在很白啊。921地震带不走的，还有在地美食的记忆。以前阿公阿嬷他们很喜欢做凤骨板、椰板，真好食。俺客家人好食美食，真好食。新丁板节重达200斤的板模，令人叹为观止。馆外一只水牛雕像，口中竟然流下白色口水，凝聚成结晶物，令人啧啧称奇。里面都没有破裂啊，它好像会跑水进去，怎么样就一直会流河水这样。游客来到石冈土牛客家文化馆，看到的不只是文物展示，感受更多的是从废墟中站起来的力量。上课喽！客家人好食美食，客家人好食美食，客家人好食美食。